財神到我屋企做咩？財神你屋企屌鳩你啦，傻閪！幾撚戇啊！財神到我屋企做咩閪喎？財神到你屋企奸鳩你阿婆啊！叫你阿婆着10條底褲着穩啲啊！咪就係財神屌鳩你阿婆添啊！幾撚戇啊！同你講。大家好，我係三索，今日係5鋪104張番鬼時更新嘅。第一鋪發財鬼，隻白板我想一砍㗎，俾你哋當波咁踢，啊真係輸俾你哋啦！好，而家再碰隻叫糊啦。4筒碰隻先。好，而家單調3索。自摸啦，正張睇2個，每位15分。第二鋪花牌鬼，入隻4筒，其實呢度打1筒可能會好啲。弱家嘅牌係咁㗎，你越覺得自己打錯咗，其實就係打啱咗。我已經叫糊啦，3、6筒同埋5、8索。OK， 5索自摸。第3鋪4索係鬼，北風碰啦，番子好上對。2索咁又可以挨張喎，而家叫糊啦，1、4筒同埋卡窿3索。隻紅中差啲發雞盲未睇到，咁都帶佢唔走。今日必。哪一个60分？打很大，有2加72，1加69。吓死！真是好多人，他直接都1个底了，200分对吧？对不对？还200多分呢，1比多。开心啊！我操，为什么就要给我呢？为什么？呢度佢哋碰咗個4筒俾下家，其實我已經食啦，個4筒俾我打唔出㗎。1筒自摸，中7隻馬。哪像你4筒暗杠这么牛啊！我想着，还好我暗杠了，但死了就到那边行。第4鋪花牌鬼，
控制東風打這一筒，而家叫好啦，卡空七筒同埋二五索，五索自摸，開二獎馬，每位10分。最後一鋪南風係鬼，上家呢度碰咗二筒，先搞死一家。摸隻三索，咁而家抬轎一圈，上家就補降二筒。哇，咁嘅牌仲要焗住我去叫二五筒啊！咁而家叫糊啦，單調五筒。魔鬼自摸，中5隻馬。